各位带大家来下小茶，这是两岸地米产业交流经济交易。逐年拢有一寡民众的民间团体办这个斗茶比赛，变做咱台湾种茶米的人家己创造牌子，把茶米销去中国一个重要的平台。头一届马祖杯两岸民间斗茶比赛，搁再创新，甲宗教的元素合作伙，得奖的这个茶米刷来要号名叫做马祖平安茶，准备销去中国，要来宣传咱台湾的好茶米。各样款的茶米伫桌顶边头甲摆开，评审一个一个斟酌咧甲试，要来选出上好的茶叶。2019头一届马祖杯两岸民间斗茶赛颁奖的典礼伫咧大陆布田美洲祖庙来举行，尾也是新园制茶，摕到台湾乌龙茶祖的头坎茶农林育成，嘛去摕到2项金奖的这个功能。挺高兴的。获得这个妈祖平安茶、妈祖贡茶的一个颁奖，结合宗教元素的马祖杯两岸斗茶，有信仰力量的加持，配合一年一摆世界马祖文化论坛，来提高知名度。茶农参加意愿嘛拢真悬，希望会当经过这个比赛，会当有更较侪的利益甲商机。谢谢各位茶农特意的从我们台湾的嘉义、高雄，甚至新竹。特意飞来这边参加我们的颁奖典礼。合作社不计成本来举办比赛，就是讲要来提供一个平台，让茶农会当甲优质的台湾茶用自创品牌来行销大陆。这边得奖的茶米，嘛甲放伫福建湄洲的马祖庙内底，要甲号名叫做马祖平安茶，通伫大陆来销售嘛，要来拓展咱台湾茶品的名声，通互台湾的茶农更较侪商机。记者综合报道。